饺子阿嬷。我们社区有位里长阿公，他常常鼓励大家多读书多画画，所以在里长阿公的推荐下，我决定创作这本有关我的阿嬷的书。在我的心目中，阿嬷很伟大，我很尊敬她。每天阿嬷都必须很早起床，上街购买饺子店当天要用的食材。每到中午，饺子店的生意就特别好，饺子和面一碗接一碗的端上桌，忙到简直像在打仗一样。除了要煮饺子和面以外，还要切卤菜。他背上还背着我弟弟，一直做到关店了才休息。有时候店里的工作忙完了，他和我妈妈还要开车到西螺果菜市场去采购需要的食材和材料。阿嬷的饺子皮薄馅多，让人一吃就上瘾。原本有10颗饺子，一端上桌马上被吃掉2颗。又过了一下子，很快的，饺子马上从10颗变成3颗，剩下的3颗有4个人要分，其中1个人吃不到。咻咻咻，有3个人很迅速地拿起筷子，各夹走1颗，1个人没吃到。这时，没吃到的那个人突然大喊：“老板，水饺再来1盘！”饺子的内馅是用上等新鲜的猪肉、韭菜及青葱做的，煮出来的饺子香味扑鼻，让人口水直流。阿嬷很厉害，把大姑姑、爸爸、小姑姑和叔叔拉拔长大，一个人撑起饺子店及背负一家子的经济重担。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看到阿嬷因为赶工包隔天要卖的饺子，要包到深夜才能休息。而现在我也只能够帮忙擦桌子和收碗盘，真希望能赶快长大，这样就可以帮她更多忙了。虽然大姑姑会利用下午休息的时间来帮忙，不过有时阿嬷还是要忙到深夜才能休息。她的身体也渐渐老迈，现在不能站太久，连坐久一点也不行。饺子店开了已经快30年了，虽然阿嬷年纪大了，但她累积多年的功夫，包饺子的技术可不输给机器哦，也不是1、2天就能学会的哦。看到阿嬷这么辛苦，我很舍不得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不像小时候只会帮倒忙，我已经可以出一份力，分担她的辛劳，减轻她的负担。同时，我也要送给她一个惊喜，她就是我最爱的饺子阿嬷。作者的话，在里长阿公的推荐下，让我有了创作绘本的机会。构思故事的时候，想到阿嬷辛苦包饺子的背影，便决定将阿嬷经营饺子店支撑全家的故事作为创作故事绘本的题材。创作这本绘本，我想让更多人知道，在一粒看似简单的饺子背后有多少辛勤的汗水。另一方面，我从小看着阿嬷的辛苦，想借这个机会创作属于阿嬷的故事绘本，把我的感谢化作文字和插图，送给我最亲爱的阿嬷。